戒煙與理財雙贏的選擇，你想唔想贏兩次？如果你係食煙嘅，下定決心戒煙就可以做到啦。而家我哋將會講下戒煙點樣可以令你徹底贏返人生。戒煙之後，食煙引致相關疾病風險會大大減低。戒煙10年後患肺癌死亡率同戒煙15年後患上冠心病機率等同一個非吸煙者，賺返健康。戒煙仲可以提高你嘅專注力同精力，工作效率自然提高。其實根據個人平時食幾多煙，就知道每日唔再買煙可以慳返幾多錢。例如每日一包煙嘅花費大約110蚊，一年可以慳返4萬多。戒煙慳返嘅錢可以達成以下3個理財目標： 1. 建立緊急基金，將慳返嘅金錢可以用於應對突發支出，以備不時之需，例如屋企維修或者意外醫療費用。 2. 投資，可以考慮將部分慳到嘅錢拎去投資，實行財務增值。 3. 儲蓄，可以藉此建立定期儲蓄嘅習慣，為長遠嘅退休計劃或者仔女教育基金等做好準備。如果你已經開始戒煙，記住將慳返嘅錢投放喺你嘅理財目標上，咁樣既可鞏固你戒煙嘅成果之餘，亦可以讓每一筆支出都為你未來嘅生活品質做出貢獻。例如可以將慳到嘅錢選購健康食品作日常食品，以減低患病風險，避免因疾病帶嚟長期不適。總之，戒煙唔單止對健康有利，仲可以幫你帶嚟財務效益，真係一個贏完又贏嘅選擇嚟。希望呢啲建議幫到你。如果喺戒煙方面有咩需要幫手，就快啲揾愛無煙啦。